天文台喺今日凌晨1點10分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渠務署嘅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經喺琴晚8點啟動，現時已經派遣超過60隊嘅緊急應變隊伍處理市民嘅求助個案。截至今日凌晨3點，我哋並未有確認嘅水浸個案。喺天氣唔穩定嘅情況之下，渠務署會同天文台同埋路政署緊密聯繫同埋合作，保持戒備同埋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，盡快處理水浸個案。渠務署呼籲市民應該時刻保持渠道暢通，切勿放置雜物阻塞排水渠口。市民亦應該遠離河道，並及早完成防水浸措施。如果遇到嚴重水浸嘅情況，應該盡快撤離。市民如果發現排水設施淤塞或者水浸嘅情況，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，我哋會盡快派遣隊伍去處理。